遐行到见识的土地，等下迄个信歌队要唱的歌来对我好感动。我从年轻的时候参加圣歌，我就觉得这首歌，尤其里面的说放了你一切欢乐，像鸡鸟自由自在，充满上帝下面的听。再来是将今仔日所领受的听，分予所有的人。咱即时来练习。
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神甲真情来敬拜，请咱备万心来听候上帝降临，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所有找你做别所的，求你互因欢喜，互因欢喜出声无停，因为你庇佑因。愿遐个意爱你的名的人，拢以为你欢喜快乐。上主啊，你要赐福互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因。咱三个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184首。圣诗第184首。上帝听堂哪会遐大？请大家起立。
请坐。咱舌头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要来学乐你，你是至高的主宰，你创造万物甲人类，互人搁来管理这个世界。阮所有的造物，不论阮感觉是欢喜还是艰难，阮知影其中拢有你上好的旨意，是要互阮来学习，愈来愈像基督耶稣。通伫这世人的面前，通做你的见证，让众人拢得见你的荣耀。阮感谢你的引带，你替阮排除逐项的困扰阻挡，互阮有一款的福气，今仔早起通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嘛感谢你伫过去这礼拜，你互信心常常甲阮伫咧。互阮提醒，保守阮的心，互阮愿意接受你的引带，来透过你的教示来明白你。阮恳求你提起阮内心的骄傲，愿意逐工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甲阮讲话。明白家己的不足，愿意来学习，逐工拢有新的体会甲进步，一步一步通做你好用的器皿，来完成你互阮的使命。天父上帝啊，请你赦免阮常常因为丰盛饱足，就骄傲，就袂记个。这个丰盛拢是你赐予阮的，请你提起阮的骄傲，互阮通得到你的提醒，顺从你的旨意。阮常常袂记个你的公义，互人甲人相害，国和国相争。阮当向你求救，请你互这个世界的仇恨通消除。互所有的人拢通用你的听来互相原谅，来避免这战争。我恳求你祝福互阮这个土地，互阮这个社会和平。拢通原谅别人对阮的辜负，互相用爱心来接纳对方，甲家己的差别。阮毋望你互阮有慈悲怜悯的心，来关心社区内面需要帮助的人，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代志，嘛爱顾别人的代志，用关心和行动来实现你的改变，去听阮的厝边，互阮行出这个教会，扩大阮的眼光，来做好这见证，互众人拢认捌你，来欢喜跟对你。天父上帝啊，伫阮中还佫有一寡会友，因为身体欠安，还是工课有需要，袂当来到你的面前，请你悠然赐福，互因平安顺遂，满满的喜乐。阮下骹的时间，下面的时间，请你看顾，请信心甲阮伫地，开阮的心门，听你对阮讲话，互讲的听的拢通受到感动。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大家来交谈，上帝话伫圣经圣诗后壁第55篇，我来起，大家来念。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在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
因无尽做，无修成，嘛无囤积粮食伫存户。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还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犯？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遐的花草，今日地活，明仔载互人下伫落下落火炉。伊减袂，搁较甲恁装实。所以，你毋免操烦讲，我要食啥物。这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这声一个灯。来，萨克来强受上帝话语，记载伫希伯来书第4章有两位吼。第4章14节到16节，刷来就是第5章的第1节到第9节。好，我来读，用台语来读。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上帝囝耶稣，伊已经上天到上帝面前，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咱这位大祭司，毋是袂体贴咱的软只，伊伫逐项方面拢亲像咱有受试探，不过无犯罪。所以，咱着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站。第5章第1节，大家大祭司拢是对人的中间拣出来，受指派替人服侍上帝，为着因的罪献礼物甲祭品。大祭司因为伊本身伫逐项方面软弱，所以会当体谅无知甲失败的人。因为安尼，伊有义务为着人民，嘛着为家己的罪献祭。无人家己得到大祭司这个尊贵的职分，只有亲像阿伦，互上帝选调的，才会得到。相反，基督嘛，毋是家己争取大祭司的荣耀，反倒是上帝对伊讲：“你是我的囝，我今日生你。”伫别位伊嘛有讲，照未给洗德的班次，你永远做祭司。耶稣在世时，捌大声嚎叫，搁流目屎，向迄位捌做救伊脱离死亡的上帝所恳求、祈祷恳求，因为伊的虔诚，上帝有听伊的祈求。虽然伊是上帝的囝，也佫有对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既然上帝予伊达到完全的地步，伊就诚做所有顺服伊的人永远得救的君王。先恁读到这。这时，咱来请圣歌队学老
因要念的诗歌是来军对我，来对我。这是写黄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耶稣拢经历过。弟兄姊妹平安。咱要继续来讲起希伯来系列的讲道。今日甲咱分享的题目是
主耶稣基督拢有经历过。即日到今仔日会讲到进前，先分享伫初代教会迄个时阵的人对上帝的概念。即个概念可能影响到基督徒对上帝的一个概念，甚至影响到对上帝的信心。当时犹太人认为上帝是完全圣洁、绝对的圣洁。世间的人充满罪恶，是无圣洁。所以上帝甲世间的人，伊是无共款的属性。上帝圣洁的上帝是未进入到充满误会、罪恶的世间人中间，有份伫世间人的生活的经验。这是当时因对上帝的一个概念。所以咱能想象，是当时法利赛人、经学师，因甲一般的罪人所认定的罪人，因无有来往。那亲像讲，因遮尔圣洁的人，因遮尔高尚的人，但是甲一般的遮个罪人相谈做伙时，会去染杂着因的误会，因的无完全，所以甲伊是隔离的。就咱像上帝甲世间人是隔离的共款。希腊条家认为上帝，遐个神主神，伊是安尼真快乐，活伫因家己的天顶福乐的世界。因甲世界无啥物关联，因也袂受到世界人的喜乐哀乐的影响。所有人会讲的喜怒哀乐，拢是因为有关联，互相影响。既然因活伫迄个真福乐的所在、快乐的所在，自得其乐，所以因袂去念着世间人伊的喜怒哀乐。所以对世间人因的喜乐哀乐嘛无动于衷，甲伊无啥物关联。所以，无论是犹太人的上帝，还是希腊哲学家因概念中的上帝，上帝拢是无法度亲近、袂当去磕的上帝。所以有一个希腊介虔诚的学者，伊安尼讲，伊讲人若讲上帝是会去干涉到人的代志，这是对上帝的亵渎，足严重的。意思是讲，如果人若会插着世间的代志，上帝来插着人世间的代志，上帝伊的圣洁、伊的尊高、尊荣，都会降低到人的难处安尼。所以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初代教会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所以面对真大的困难。这是咱过去常常咧讲起，这困难是对犹太同胞来，一方面是对罗马帝国的压迫来，所以军队耶稣基督的人，无受到犹太甲同胞的接纳，嘛有对罗马帝国来压迫。然后主耶稣基督高我上天，这个信徒伊拢活伫地面上这个所在，然后受真大苦难，所以因心中可能有一种的犹疑、困扰。上帝敢若离开咱真远。上帝甚至亲像犹太人，也是亲像希腊哲学家因所讲的，住伫伊天顶的所在，伫遐安然快乐，然后阮伫这个所在受苦。伊敢了解阮现在的处境？伊敢知影阮现在生活中间所面对真大的试探，加上真大的征战。阮伫这个所在呼求的时阵，敢若上帝也无啥物回应，主要所基督也无啥物回应。阮犹原伫这个苦难中间，阮必须要逃避苦难。甚至有一个人因为信仰来牺牲伊的性命。阮的问题敢若无得到解决，而且阮信耶稣基督了后，迄个困难、迄个处境更较困难，也为着阮的信仰付出代价。如果是安尼，阮坚持信心的理由是甚物？这当时人所发出的呼吁。所以希伯来书这个所在所写一项。上帝毋是一个他造的上帝，第三者的上帝，敢咱无啥物关系。上帝毋是一个亲像犹太人，也免亲像希腊哲学所讲的是一个第三者。伫咱信仰中间第三者，甲咱完全无关系。所以，当咱每一个人伫这苦难中间，伫咧喊话上帝伫倒位的时阵，其实上帝是知。这也是希伯来书内面所要写一项，咱的主耶稣基督。伊进到咱的中间，
所以新约的作者伊拍破掉甲所想象的上帝这个概念。约翰福音第1章讲到，咱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伊是创造万行有的上帝，伊真侪人的优势，多真热心，伊住伫伊家己所做的所在，住伫咱百姓的内面。所以伊毋是一个第三者，伊是伫咱中间，而且是真做人，真做甲咱共款的人住伫咱中间。腓立比书第2章讲到，虽然伊是上帝，但是伊处奴仆卑微的身份，出世真做人，顺服上帝，家己谦卑，亲像罪犯，死伫十字架顶。啊，姊妹卑微，所以伊认同上界卑微的奴仆的身份。所以上帝将伊升做最高尊贵的地位，赐予伊超过万名的顶面的名。这所来讲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甲犹太人，还是甲希腊的哲学家，因所讲迄个上帝概念是完全无共款的。伊毋是第三者，伊乃是亲自伫咱中间，加做咱，甲咱三人做伙人。所以伊本书的作者嘛回答这个受难的犹太基督徒心中的疑疑。伊安尼讲：咱是有血肉的身躯。所以主耶稣基督嘛是真做甲咱共款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然后照着死就是十字架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来讨棒一生因为惊死做奴隶人，所以伊伫凡事的中间，拢甲咱共款。凡事的中间甲咱共款，表明伫上帝的信。伫上帝事项中间，真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伊甲咱共款，伊受试探、受苦，也会当帮助咱受试探伫苦难中的人。伊毋是第三者，伊是甲咱相款的人，伊是咱即群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伫中国广州。这个日军来轰炸，这死伤真沉重安尼吼。这个消息呢，当然是传播到迄个世界所在。伫美国一个餐厅，正人看这新闻了，伫遐面，这日军足可恶的，轰炸死侪人，拢是老百姓。战争的军人甲军人相战斗种老百姓死伤厉害。所以安尼骂念了，继续食饭。佮开始伫遐讲有笑。甲咱即摆共款，有时咱来看即个媒体、电视中间报道，真大一个苦难，真大的火灾，真大一个灾难，嘛是有够可怜。然后继续咱的工作，食饭继续食饭，讲笑继续讲笑，娱乐继续娱乐，有够可爱的吼，有够可怜的，继续咱的生活，拢是安尼。但是这个餐厅内面有一个查某囡仔。看了这个消息了，我伫遐啼哭真厉害。这个特别吼，哭甲厉害，甲其他无啥共款。伊也无安尼骂说安尼念无，就一直哭。问这个原因呢，才知影这个查某囡仔，伊是伫广州大汉，有可能是这是伫迄个所在工作，还是宣教士的查某囝。伫广州的所在，伊捌住伫遐，伊接触伫遐的人，遐有真侪伊的同伴，甲伊熟悉的人，所以伊伫迄所在。为着伊的朋友所受的苦难，真深的感受，安尼。就正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住伫这个所在，甲人认同，伊当明白人的感受，因为伊体验过咱的生活，会当真实感受到咱伫现在生活中间所经过的事，了解咱、认同咱，因为耶稣住伫咱中间。主耶稣基督。亲像圣经内面所讲的，伊凡事拢经历过，有几项所经历过的事。圣经内面讲到，咱主耶稣基督，伊捌受到凌辱，受到真大诽谤，受到真大的批评。姊妹，你讲捌受过批评，捌受过言语的霸凌。这凌辱也无，一定拢有。所以呢，若有这批评，若有这凌辱，
诽谤，一定是对咱真大的伤害，真有真大可恶的关系建立起来一定要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报复。路加福音第7章讲到一项，伊讲惊死咧约翰来，无食饼，无食饭，嘛无啉酒。来讲这无食无啉一定是贵妇身的。然后佮讲耶稣来，伊佮食佮啉，伊讲这贪酒好饭的人贪食好酒的人，佮安尼食，佮安尼啉安尼。你知这诽谤就是安尼啦，选民就是安尼，无论做啥，就是有一寡人甲你反对安尼，甲你批评，倒饼也毋对，正饼也毋对，有食也毋对，无食也毋对，诽谤就是诽谤。听姐妹听到这个时候，你要安怎反应？听到真侪这霸凌的话时，你要安怎反应？听到这真侪选民的话，你要安怎反应？听姐妹，咱主耶稣基督拢体验过，然后。伊为着要甲这抽象的、这一般因所认为的罪人相同做伙，亲近因，带伫因中间，甲因来往，嘛就受到真大的诽谤。主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就是甲因共流的、同一流的、同流合污的人无像阮法利赛人，阮的经学士遐尔清高阮是无甲因染杂的耶稣竟然甲因做伙食饭，共流的、共一档的。姊妹，至高的上帝带伫咱中间。可能嘛用讲到上帝遮尔圣洁，为什么要教这无信的人染杂？有时咱甲其他的军人相到做伙的时阵，敢会去用批评论断这个人甲因相当做伙遐个人都无遐高尚的人，为什么要甲因相共亲近？我相信讲安尼的人，伫咱世界中间，可能拢会互感觉讲这叫清高致命清高。谦卑的人。甲卑微软弱的人相同做伙，我想这是现代咱较会当认同的。但是我相信，还佫有真侪上流阶层的人，可能甲咱中下流阶层的人较无啥物染杂，就感觉讲甲恁无啥物关系。若有是表明一种的态度，就是我是真谦卑批评论断、言语甲精神的霸凌。这是咱主耶稣基督所经历过，甚至伊是互认定，甲有罪人相同做伙，甚至伊本身就是罪人，会咧感觉。主耶稣基督捌互真亲密的朋友来反背，可能咱嘛有这个感受，咱互咱的朋友来反背气杀。圣经讲，主耶稣。疼属伫伊的人，疼因到底，就是这学生甲因每一工相同做伙，无啥3年久的时间，但是伊互上界亲密的朋友犹大来出卖。伊所有这学生，当主耶稣基督受了、受审判、上钉十字架的时阵，伊这学生伫伊危难的时阵，拢安尼逃避、走闪、气杀伊。甚至晓得你，所以咱若是捌去互咱的朋友气杀、反背的时阵，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所经历的比咱较深。主耶稣基督捌互人蒙恩背义，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控告的时阵、审判的时阵，互人伫迄所在喊话钉十字架的时阵，可能喊话的人，伫伊周围的人。拢看伊咧受审判，但是捌受到伊恩惠的人，才有侪受到伊医治的人，可能这真侪人捌食过伊5块饼2尾鱼所变的这食物食饱的人，伫迄所在喊话讲要送伊做王，要推选伊做王的时阵，伫迄所在有可能伫遐喊话讲钉十字架，无人会当出声替伊来讲话。无人徛伫伊身躯边，只有伊单独一个。圣经讲到，只有圣神甲伊三角同在。受到伊恩惠的人，嘛毋敢出声，讲一句公道的话，替伊来讲话，甚至喊话定义十字架。
主耶稣基督，互人亲切要误会伊的身份，所以兄弟讲，人若要出名吼，就要去到大都市的所在，莫秘伫这庄脚的所在。一直若像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所在，为着要出名。这学生，因为耶稣要来建立上帝的国，这学生就是伊要来重新建立以色列迄个国，复兴以色列国。所以伫迄所在讲，主啊，你若建立这个国家的时阵，阮两个吼，就一边倒手边，一个正手边做你的宰相下。其他学生哋嘛非常生气，恁两个做宰相，阮要做啥？每一人伫咧争取迄个职位。因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伊的使命、伊受苦的目的、伊的死甲高活，拢无明白。所以你可能去用误会，你有真好的这个动机，你有真稳健的目标，你有真好的一个工作的方向，你想要让达到做一个真公道正义的事，但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若无了解，甚至误解。如果你若有捌向误解过，对你的动机，对你所做的代志，有一个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咱主耶稣基督嘛经历这个事。主耶稣基督捌受无应该有的刑罚。什么人亲像主耶稣遐尼公义正直？像亲像主耶稣基督遐伫伊的道德、伊灵性遐尼完全无瑕疵。所以咱有时阵咱会感觉我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人，我为着社会正义挺身而出，我是一个非常有疼心的人，所以我常常去帮赞这有需要的人。我的品行嘛是非常的好，我无做啥物歹的代志，做真侪好的事，互人得到真大的利益。但是为着这个义，我受攻击。可能有的人会感觉我为了正义，对伊的利益有太解。我可能为着某一个立场挺身而出发出声的时阵，有可能嘛受到真大的诽谤，因为无共款立场，无共款的利益。我可能因为做好的事，无辜受害，心灵受压伤。咱才做好，无得到好的回报。如果咱若感觉安尼受到真大的伤害，咱主耶稣基督嘛是经历过。咱伫教会内面，咱伫非常热心的服侍，但是非常热心的中间嘛受到真大一个批评。咱做一个真好的基督徒，真应该真的本分，甚至为了维护咱的信仰，因为敬虔受压迫。你讲主耶稣基督，我因为要争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遵行你的使命，我嘛安尼受苦真重。主耶稣基督，伊嘛是全心全意遵探上帝白的旨意。伊离开天顶荣华宝座，但是后来，伊嘛互上帝黄面无看讲，喊话爸啊，为什么离开我？所以，如果你因为一心受苦，咱主耶稣基督嘛经历过。有时咱感觉受到真大的试探，这试探可能是甲家己欲望，试探可能是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试探可能是咱基本上的生活的需要，食饭、穿的烧。试探有可能是咱会当得到真好的名声地位，这嘛是咱所追求的。主耶稣基督嘛捌有魔鬼真大的试探，这试探甚至是世上全部荣华富贵，只有伊当伊孝敬上帝时，才能得到这。所以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是比咱佫较深、佫较大、佫较宽。但主耶稣基督得胜，伊嘛经过试探。所以主耶稣基督所经历过，拢是会当体贴，互咱会当体贴咱所经历的正事。主耶稣基督敢会当了解我现在伫生活中间所经历的事呢？圣经讲，主耶稣基督拢有经历过。所以，主耶稣会当体会咱每一个人，体贴咱每一个人。有一人安尼思考，安尼分享讲，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所在，为了要完成救恩的工作，
若伊来时，较袂使，伊一个出现就是一个大人，然后咧，马上去十字架，然后完成救恩的工作，就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为什么要3年半？对婴仔开始，对婴仔时就开始经历迄个死的一个威胁，希律或是要杀这些婴仔。有时咱嘛想咱家己，上帝啊，有一天我要去上帝遐，讲我洗礼了后，就马上离开世间，就去到上帝遐。我若高中洗礼，我甲经过60-70年，我才去到上帝遐。这60-70年要创啥？咱主耶稣既然要完成救恩的工作，就转出去，就大人出现安尼吼，免个婴仔安尼个用钱，就软弱，搁生理要做，然后就十字架就好。伊安尼解释讲，主耶稣基督必须要经历30几年人世间各项的苦难，然后伊经历过这苦难、挫折、压迫、这失望，咱所经过的事，伊拢经过。为着要来体贴咱每一个人，所以体贴就是同情。有时咱感觉讲，咱的同理心啦吼，体贴就是我的同理心。但有时咱来想到讲，你的同理心就想象你可能真可怜，我来尽量去思考、想象，你真可怜，迄个情景安尼，设身处地想象一下。但是咱主要说基督，不是设身处地想象一下的同情。这个同情就是甲你相同经过受苦，感同身受。伊就是经历进入到咱的世间中间，经历咱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伊会当感同身受，因为甲你同款。这是真正出自了解的一个体贴。咱主要所基督，伊是完全的上帝，现在是上帝正面为着咱祈祷，将做大祭司。冇有能力，够有自爱，但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嘛是捌降世，真做人，真做完全的人。完全的人亲自经历咱一切的苦难，所以伊了解咱每一个人，知咱的困难，伊担过痛苦、苦难的滋味。咱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甲困难，咱嘛做希望讲有人会当体贴咱。所以咱若是甲人讲话像你都毋知啦，我的艰苦你都毋知啦，无得讲。你若甲一人讲说我嘛经过这个代志，你也了解安尼甲一人捌了解经过这个代志的人，捌了解这个问题的人来讲，这是一人有真心的一个认同表现的时阵，你就得到安慰。我讲你都毋知啦，你都无法度我的艰苦。但是咱主耶稣基督。你所经过的艰苦，伊拢经过，所以咱就好当来到伊的面前，伊会当体贴咱。别人无一定当体贴，但咱主要所基督会当体贴。别人无一定当帮助咱，但是咱主爱甲有能力的上帝，会主要所基督会当帮助咱。本册咱做牧师拢可能知影，牧师也会哭泣。像我这个较老的牧师，拢差不多知影。什么少年无一本。我最近无出来讨论讲是要读一个读书会啦，有人提议讲牧师也会哭泣，然后去找时讲这绝版啦在咱老牧师拢知，少年呢牧师也会哭泣充满真侪这个牧会的雄心大志那怎么会哭泣我写真侪牧师嘛会哭，暗中咧啼哭，所以就写做一个牧师的困难到底是啥物？互会友知影讲，牧师做到底是啥物？牧师经历的到底是啥物？牧师的困难到底是啥物？经过这侪的困难时，牧师也会哭泣。有时咱讲牧师伫顶大顶咧讲话，拢笑咧甲欢喜真快乐咧无伫大顶下骹时，可能伫遐做忧伤的哭咧我伫新人夜时阵捌去一间教会实习。在教会牧师写一系列的书，情绪伤害，而且常常去甲牧师分享情绪伤害。我突然讲，你做牧师，你也写这本册？因为我较早伫纽西兰做牧师的时候，受到很大情绪伤害。所以我经验这个代志了后，我感觉讲为着要帮助平做牧师的这些人
我开始写这个情绪伤害，我到底经历什么？我到底怎样行出这个情绪伤害？我安怎家己治疗我家己？所以写这个情绪伤害，因为伊经历过，伊当了解无所经历的代志，伫这个方面，无所嘛受到真大的伤害。啊，姊妹，有时咱就感觉，咱拢需要体贴，咱拢需要体贴。有一遍，我甲会友讲话的时阵，我甲伊分享我的心声，无所嘛真软弱啦，好目睭瞪大蕊起来。牧师不可以，你们绝对不可以软弱。哇，你若软弱，我要安怎？我迄个感觉，我听了，无去讲啊，安尼吼，无多体贴。我嘛需要会友体贴吧。但是无会友无体贴，你绝对不可以。正如主耶稣基督讲，有一天要到十字架的时阵，学生来讲绝对袂开去十字架，无法度理解。会友希望牧师会当体贴伊的软弱，所以牧师袂当软弱，因为伊若软弱，牧师也软弱，平软弱，三尾来斗相共，迄个感觉。教会同工彼此需要体贴，因为彼此同工互使中间爱互相帮衬，因为我体贴伫软弱。平同工互使，毋是做来批评论断，即是做来做比较。伫好使看啥物人较有能力，啥物人受着较济者会称赞，乃是互相体贴，互相帮衬。员工嘛真希望头家毋通定伤悬，业绩的压力，每一年都要10%，趁愈侪钱，趁愈侪钱。哦，这个压力拢挂伫遮个员工的身上。然后头家嘛希望员工会当来体贴，毋好动不动就要罢工，就要求薪水。伊讲遮资金啦、经营啦，足大危机，市场的变化吼，经营足大的困难，毋着常常要求想着加薪，为着常常年终奖金较侪咧，足困难咧。伊嘛是需要体贴，兄弟姊妹，咱拢需要体贴。每一个人伫无共款的环境、立场的中间，拢需要人去体贴。啥物人会当来体贴？因为个人拢有家己本身的要求、自我的利益。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经历过。有一句话讲：知影一切人，才会当饶恕一切。经历过的人，才会当体贴一切。咱主耶稣基督体贴你，因为伊经历一切，了解你的一切。有一本册是上帝要开道路，第一所在，伊安尼讲：咱就来到上帝面前。咱就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主要所基督要对心内有惊吓人讲，毋通惊吓；要对心灵破碎人讲，毋通怀疑。当你呼求伊的名的时阵，咱的专业的主要所基督，以主爱的双手，要来帮助跟拯救。困苦亚神的人，就仰目仰望主耶稣，伊要拯救你。伊要兴起你，伫患难中的人，咱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伊要做咱需要中的帮助。当咱拄着真大暴风雨的时阵，咱就来到避难所；当咱忧伤的时阵，就坚定倚靠；当咱征战的时阵，伊是咱坚固的营寨。姊妹，这都是讲到咱主耶稣基督进入到咱中间，经历咱一切事。而且体贴咱每一个人，做咱伫需要中间的帮助。有就主耶稣基督，伊了解你，因为经历一切。所以咱伫伊面前得到恩惠，得到体贴怜悯，毋是因为咱堪得，那是因为咱忠信大祭司体贴咱的大祭司，已经进到上帝的宝座前。所以，咱就好当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祈祷，透过祈祷，互祈祷对施恩的宝座施出上帝大的怜悯。凡事祈祷，
凡事恳求，伫咱需要时阵，上帝会帮咱，就真做咱及时的帮咱。咱三甲来祈祷。主啊，你是多真热心的上帝，真做人的款式来到阮中间。你伫阮的信仰中间，毋是第三者，而是教阮相同，住伫阮中间，经历阮所经历，也体贴阮所经历的事，明白、了解、认同，因为你亲自伫阮中间。主啊，所以阮就好胆来到你面前，来到会当了解、体贴阮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大胆呼求。主啊，恳求你帮咱，做阮凡事需要的时阵来帮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吟回应诗。圣诗第140首，圣诗第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大家咱的奉献，回应上帝听堂的恩典，请书献的同工。请大家起立来吟圣诗第382首第4节。吟诵，请书献同工来祈祷。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你使阮逐个人有无相款的恩赐、才能，通伫社会上贡献阮的才能、服务。即时，阮伫你的殿内三角自执，敬拜你、学乐你，也奉献阮的金钱。做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免。我即时来报告，后主日3月初9，要举行献礼典，请兄姐来有备办心。参加后礼拜嘛是妇女施工的主日吼，请妇女团契同工来设及服侍啦吼。3月初8，拜六夜暗7点吼，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礼拜日接续礼拜日第2天中昼以后，12点半伫7楼中式会。第5点，迄未必旧3月初8，就后礼拜6、8日吼，要举行老师的研习会，主题是如何让孩子稳定成长，伫中正教会请大家踊跃来报名，费用教会补助。灵修高峰会3月初8。15两个礼拜六来举行，还可以报名啦吼，本会会友有补助，会使找遮好指示还是预算。过来，咱甲 TVBS 有一个迄个爱无限的活动，前几年咱有办，3月开始，22号
咱要办这个活动，接续过一寡迄个幸福小组会缀伫后壁，这代志阮请董理长老来讲较详细。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期的思索爱无限的活动吼，咱伫3月22日来办。咱过去旧年已经拢有办过啊吼。那阮需要真侪同工，甲阮来迄天来是会当来接待遮的将来毋捌来过教会的人，嘛会当互咱的同工有即个机会，会当讲咱面对一个过去毋捌来过教会的人，咱甲伊佫无熟悉，今仔日伊入来到伫教会里面，咱要哪陪伴伊？有差半点钟的时间，你要哪陪伴伊？你要哪将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甲因讲？所以，阮有哪有训练吼？阮会经过3月10日，阮有先一个训练。所以，咱遮个同工，你若讲有认同即款的活动，还是有意愿，也是有时间，请你会当来参加阮即个3月22的思索爱无限的即个活动吼，会当做阮的同工。阮当然毋若讲陪伴啦，还佫有其他有诶无诶，介侪代志拢需要同工来帮忙吼。这是第一项。佫煞咧，迄礼拜第3月29，阮就开始第7期的幸福小组。第7期的幸福小组，阮连续有8礼拜，逐礼拜拢需要真侪同工。阮即8礼拜内面嘛是需要同工，有诶同工有哪会陪伴，因为阮等于3月22遐个人，阮会对遐个人内底去甲邀请因，若有想要捌耶稣的人，伊会当就继续29开始，就会当参加阮的幸福小组。过去，阮拢安尼办吼，咱拢安尼办啦。咱后礼拜的受洗内底，就有对阮的幸福小组带出来的base 啦吼。过去伊是拜佛的吼，即马要受洗吼。所以，阮有哪需要真侪同工陪伴阮，遮个同工，尤其是阮会当甲协谈，因为阮伫幸福小组内面有一段的时间，差不多有20分钟至30分钟的时间，逐礼拜拢这段时间，阮需要1对1的陪伴，就是跟他聊，因为这些人已经是等于3月22已经来过教会参加活动啊，对无？3月29，佮下礼拜开始有8礼拜的幸福小组，所以阮拢需要真侪同工，嘛有诶需要为阮准备食诶啦，准备茶水啦，还是带阮唱歌啊，即种诶同工拢需要。所以阮要请兄弟姊妹，咱会当来，你若要服侍上帝，会当这一个真好诶机会，嘛会当对外口诶人传福音，嘛是一个真好诶机会。阮伫遮邀请咱诶兄弟姊妹，大家共同来。做上帝的好管家啦，做上帝的器皿，会当互上帝使用。以上报告，谢谢。感谢董理长老真详细的说明吼。真正欢迎足侪人手的啦，逐礼拜拢爱来但是别一部可能。对每一个礼拜拢足顺遂，讲拢无代志，所以有一寡人爱替换啦。欢迎大家来报名。教会甲台湾神学院有开一个课程，基督信仰神学导论啦拢总5天，对4月19开始对拜6的早起一人1000块。你若是要摕学分证书，来去做一个注册迄一个手续的费，就另外加600块。欢迎大家真好的机会啦。当然，毋是敢若开互咱嘛接受别人来斗阵来参加，但是基本上是为着咱来信门徒来造就信徒造就来开啦吼。欢迎大家较踊跃来参加。第9点就是只要真理啦，
601教室第6课赖牧师来主持欢迎大家来参加赞美操拢总6摆3个星期开始对6摆拜二早起拜二下晡1点到4点大家会使春菊执事来报名，若有兴趣的奉献证明开始登记伫1楼阮有2块板咱大家登记你的名就好，免写身份证号码你甲咱写你的名就会使伫1楼。不是有没有补充？好咱报告到这接下来念祝福册签的诗，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大家起立。音刷请黄牧师来祝祷。一切人所想会到的，每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各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阿门。